累了哦，就睡吧，孩子。别大哥，我的吉他手，我的监听再多一点，我怕太安静了。可是接下来还有一首更安静的哦，忍耐一下，偶尔让我装一下气质这样。今天走气质路线都是这样的啊，最高潮的已经过了，这样会不会很害怕啊？第一次听淑玉表演有吗？第一次，真的有这么慢才认识我，还是你知道被朋友骗进来的吗？外面下雨吗？进来多一点。好，这次的表演算是我很不一样的一次表演的巡回，因为这不是我表演的常态啊，但我很想要是结合一下不一样的表演方式啊，特别找了就提琴老师们这样，妹妹们啊，提琴是西方的古典乐器，然后我大部分现在都唱主语了，那阿美族语里面很多吟唱，我觉得吟唱其实也算是我们阿美族的古典音乐，两种不一样文化的古典放在一起，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特殊的味道，但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所以只好说森林系，就这样子来的，没有想很多了啊。那现在要唱的这首歌，其实是我觉得是里面一个我觉得最喜欢的一种结合的方式。然后这首歌叫《曲水歌》，前面有很大一段的提琴的演奏，跟后面的阿美族的吟唱合在一起，大家听听看《曲水歌》。
一